过来消息来看，台南火车头的圆环车真多哦。市政府按算要开3亿8千万来重新规划，最近计划在进行公开的展览，其中改变车辆行驶方向的规划，有真侪民众是认为安尼交通会愈乱，也毋过交通局冇解释，是爱民众唔免上烦恼。台南火车站头前的圆环是市区重要的交通道路，附近的5个路口嘛有真侪车来来去去。市府按算要投入3亿8千万来改造这块位啊，民众对此看法无同。这原来就好了，已经习惯这样了，而且进来那个台南市游玩的人讲白的也很习惯这个模式啊。你把它改这样，可能车会增加很多啦。如果未来能够改造成让中间的广场或是平面都能够让行人去做使用的话，在现在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其实对所有拥路人，不管是老人、身心障碍者或是孩童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市府计划将圆环改造是双向 U 型的道路，未来北门路、中山路、成功路、富北街，各有北门路对向的5个路口，车若是要驶入去车站进前，拢爱设这个 U 型的路。另外，阁要增加汽机车接送区，各有公车站等等。行人的空间变大了，行人过马路也变安全了，并且我们整理了以前圆环很复杂的车流，把它单纯化，也把公车接送区都独立出来，所以整体的规划会比以前的更加完善。交通局强调，改造主要是以人本做考虑，要扩大车站头前过路人的空间。规划时阵嘛已经有模拟过啊，交通号志嘛拢设计好势，应该是袂搁较塞车。未来会参考更较侪民众的意见，嘛继续监控调整，让台南会当更较安全利便。记者台南报道。